Green 拿球找到陈静环，在底角三分球看的，其他球员外围想要出手，其实难度相当的高哦。张根玉也在外围起了。 所谓的 motion offense 的应用，塔克老师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进攻模式当中，如鱼得水哦，打起来非常的轻松写意啊。外线出手没进。如果在领航员这边又把林耀宗换上来，让军业下去休息的话，那他们就是190以上起跳。有 Manu Ginobili 等人所以你就知道会被挑到那么前面，这样他又够年轻，他是有非常好的条件被 NBA 球团给看中。林耀宗在篮底下接获传球，轻松插板得分。对，跟之前的 Moulton 杯也都是直起了领航员的教鞭。大号的三分球破这。 Green 拿球找到陈静环，在底角三分球看波要切入禁区，给到空手走位的施晋尧，裁判哨音响了。这是今天阿瑶第3次利用空手走位的方式要第1次的暂停。成功的话呢，像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记暂停了，就是挑战成功。陈静环在外围空挡三分球把握住了。 哇，球算得出来啊！运气都不在 Dreamer 这里。施晋尧，外围有空档的机会，这一回也保。只有他可而已哦。那他可一定是被重点看管的情况底下，其他球员外围想要出手，其实难度相当的高哦。张根玉也在外围起了，投得很不舒服。对。 因为这种所谓的 over switch， 我们可以讲到领航员的1号位的彭均有186哦，所以他并不怕对方的中锋打他，因为梦想家的最高的球员也只有王柏吉，只有大概196、197哦。对，所以你看像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